哇酸爽清新，就連廣東人都接受到個辣味啊！今日就一道夏日爆款嘅神仙單品啊，撈汁小龍蝦。哇！呢小龍蝦好生猛喎，有落過當年嘅風範。不過當然而家落過都好生猛。講真嗰句啊，大熱天時邊個肯出去食小龍蝦？呢個小龍蝦唔使油炸，直接白灼，比其他口味更適合喺屋企做啊！呢個時候呢，每一隻小龍蝦都離唔開又野味又鮮嘅撈汁啊！呢款海鮮撈汁係樂哥首次處女下海同團隊合作啊！不眠之夜望住星星，同埋咧食咗唔少海鮮，奉獻俾大家。樂哥啊，呢個撈汁除咗小龍蝦，仲有咩可以撈啊？哦，多嘢咯，撈小海鮮啦，撈魚啦，當然啦，撈雞腳啊咩都得，撈乜都掂啊！降低咗辣度之後，風味會唔會減弱呢？哦，唔會喎，因為咧少少辣度咧，先係真正帶起成個產品嘅味道出嚟，微辣帶酸爽同埋鮮味，已經係突出嘅最好嘅口感狀態啦。邊個食龍蝦就用個筷子咧？我認佢做師傅。哇！微辣中帶鮮爽，唉，好滿足嘅一個美食。大天時就唔好為咗宵夜周圍跑啦，點擊左下角喺屋企整翻個夏日神仙宵夜啦！